的意见太高，我们讲的话可能都会反效果，所以我们先把涅槃经落到前面来讲，把维摩诘放到后面，我们了解的更多来讲就更会了解能够了解里面的意思。那涅槃经因为都是写白话，或许是说白话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或者就讲那个维摩诘经不是白话，很难讲所以先把白话的涅槃经放到前面。我们金刚经讲完就讲我们这边还有书嘞各位也可以先拿回去看看了以后会比较容易听懂。也或许也觉得他已经说很容易懂的。各位听这么久了都将近5年了，对不对？已经可以了解意思了比较可以了解了，对不对？跟以前都不同了。所以我们了解只要你肯研究那一定有懂的时候了。或者说你来上一次课2个小时不用听很多了，你听了一句就可以受用无穷了。这句的我们这边你看不是有一句就可以让我们受用无穷吗？我们刚才讲的莫尘诸见，敏捷外就可以了，我们就用了一生就用不尽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心理心法真的好，而且让我们真的追到无极追到没有对待，追到已经心静一如那个都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这边那个就请那个慧霭禅师来解说。然后慧霭禅师呢，他就讲说迷行6根，说我们生活我们都用6根来主宰，号之为6识啦。那个6识是印度的外道名称，非常有名啦那个外道。可是他已经把它解说变成我们的6根。那心外求佛名为外道这个导师我们以前就有讲过心外求佛整个佛就是心，心就是佛你心外要求佛就叫外道就已经在道之外。然后有物可施就是布施不明福田。然后生心